张晶，我看到你今天也是格外的疲惫哈，因为在地震之后也是马不停蹄的在进行一些赈灾的活动。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面，在当地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习俗？有的啊，是什么？因为藏族在人去世了以后，每隔7天就会请一些僧人到家里去念经超度亡灵。每隔7天，他会749天，他会一直做马。那我看每天都会诵经期。我看你今天也没有就是过多的化妆。是因为我们那边藏族有个习俗，家里人去世，亲人去世以后，就是749天，他不可以换衣服，然后不可以洗头，这样的。那么在地震以后，你都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？地震以后，首先是参加了一首赈灾歌曲的录制。这个之后是参加了西宁市，市委市领导举办的西宁市的一个捐款仪式。之后参加了青海卫视和湖南卫视主办的赈灾晚会。然后昨天刚刚赶到中央电视台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赈灾晚会。刚才你提到的那首录制的歌曲是叫《玉树不要悲伤哭泣》，凤凰网先是做出来的这个 MV。然后作为一个媒体的平台首发出来。对对对。